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Fire 生活投資日記》。咁我係 Neo。咁我哋呢個 series 咧係一連3集咧講日本嘅半導體工廠點樣影響日本嘅房地產嘅影響嘅。咁啊第一集咧我哋有講過咧台積電咧喺熊本嘅案例啦。咁啊第二集咧我哋就去到北海道千歲市就睇過Rapidus 呢間仲未開產嘅公司啊點樣影響佢房地產。第三集咧，我哋就會去到廣島縣嘅東港島市，就睇下呢個 Micron Technologies 美國最大嘅 memory 工廠點樣影響到當地嘅房地產嘅地價。咁啊，其實呢個題目咧，我覺得喺日本以外嘅財經媒體上咧係比較少討論嘅，即係比起台積電喺熊本即係發展呢件事係少好多。但其實咧，我覺得係同樣一樣精彩，同埋咧一樣去複雜嘅。嗱，今日咧我哋都亦都會回顧下咧日本記憶體咧全軍覆沒嘅歷史。嗱，點樣咧由一個廢墟中咧可以重生嘅？OK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咧就最主要咧係有三部分嘅，等下先係啦，我哋有三個 topic 啦。第一個就係、喂，究竟 Micron 幾時開始喺港島開始投資咧？咁樣。第二就係話，喂，佢將佢投資咧一兆5000億日元，係帶來有幾大嘅經濟影響咧？咁樣。嗱，第三咧就喺東港島嘅房地產嘅市場咧，現在係咩情況咧？OK，咁我哋就現在開始啦。嗱，第一部分啦，講翻點解Micron 會喺港島開廠咧？嗱，咁我哋要睇翻啲歷史啦。我哋去翻咧1999年12月，OK，當其時咧就係日本 NEC 日本電器同埋日立製造所啦 Hitachi 啦，佢哋咧就將佢哋嘅 DRAM 嘅部門咧合併喎。咁啊，成立一間新嘅公司咧，叫做 NEC 日立記憶體。咁其實個廠址咧，個地方咧就係現在呢個港島縣港島市吉川工業團地嘅，本身咧就係日本又係 Hitachi 嘅半導體工廠嘅地址嚟嘅。咁啊，佢合併嘅即係原因咧，就係啦，90年代嗰陣時啦嚇，咁啊啲 DRAM 咧即係價錢咧就大跌喎。咁咧，日本嘅半導體工廠又受到呢個韓國三星同埋 Hynix 嘅競爭啦，咁啊 market share 就越嚟越跌啦。咁啊，由最初以前80年代之前有 mention 過接近全球50%就跌到差唔多去個位數。咁啊，NEC 同Hitachi 佢哋合併之後咧，為咗就可以減低咗呢個咧，即係研發嘅成本啊。嗱，到2000年嗰時咧，就呢間公司就改咗名，叫做 Elpida Memory 嘅。係啦，如果有買開日本股票嘅人嘅知道咧，係啦，以前有間公司叫 Elpida。咁 Elpida 嘅原因咧，個名咧就叫做希望嘅意思。啊，希望咧日本咧即係能夠咧再重新去做翻有半導體嘅霸主啦咁樣。到03年嗰陣時咧，就Elpida 咧就將呢個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嘅 DRAM 嘅部門咧就擺埋佢啦。咁其實呢間公司咧 Elpida 咧已經變成咗日本唯一一間嘅 DRAM 製造商。到04年咧就喺翻呢個東京證券交易所度上市。咁個股價都唔錯嘅，係啦。去到08年咧，其實咧佢嘅 DRAM 呢個市場佔有率咧都去到全世界第3啦，都大概咧14.2%，只係落後三星同埋 Hynix 嘅啫。咁啊，但係就好景不長啦，08年啦，大家都記得係金融風暴有呢個雷曼嘅事件發生啦。OK，咁啊啲 DRAM 價格咧就暴跌啦。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除咗暴跌之外咧，日元亦都係超強嘅。08年嗰陣時咧，其實啲100yen咧就大概對$1左右。咁啊，到08年12月年尾咧，就其實去到93yen嘅啦。咁所以有人就話：喂，其實即係Elpida 破產嘅原因都有好大嘅關係，都係因為啲 yen 好貴。
OK，啲 yen 好強，咁啊令到佢出口咧個數字咧就嗰個競爭能力咧就差咗好多。到09年嗰時咧，日本政府咧都透過呢個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咧就注資咗1400億日元嘅，但係咧最後咧都係過唔到即係難關啦，係啦。最後到2012年嘅2月度啦，咁啊2月27號啦，最後咧都要去東京地方法院咧就申請破產。咁當其時負債咧係4480億日元嘅，係創咗咧日本製造業史上最大嘅一次倒閉嘅。咁啊破咗產之後咧，Elpida 咧要進行拍賣嘅程序啦。OK，咁啊最後咧就揾到買家咧就係呢個美國嘅Micron Technology 啦。咁啊到13年7月31號咧，就以600億日元同埋嘅現金啦，加上呢個咩後續製造嘅委託費用咧，就攞咗Elpida 嘅全面即係全部嘅股份。到14年2月咧，亦都改名做 Micron Memory。咁啊13年至22年咧，Micron 咧其實喺日本咧就投資咗咧都有130億日元。sorry 130億美金啊，大概1.9 trillion yen 嘅日元，咁成為當其時咧對日投資最大金額嘅投資嘅外資企業。咁啊之後22年啦，22年咧就即係本身咧佢就做一個 DRAM 嘅工廠啦嚇，咁啊到22年11月咧，佢就開始咧就量產呢個叫做 One Beta，OK，One Beta 世代嘅 DRAM，大概咧係13 nano 左右嘅，最主要咧就係提供咧俾手機 smartphone 用嘅 memory。到26年啦，OK，即係今年啦，亦都開始量產呢個 One Gamma 世代嘅 DRAM 嘅。係啊，亦都係咧日本咧首次咧係引入呢個 EUV 機咧微型記憶體嚟做量產嘅。咁啊，啱啱過咗舊年啦，而家26年25年11月咧，咁咧就Micron 咧就宣布咗喺廣島嘅工廠嘅西邊，現在工廠嘅西邊咧就係一個新嘅工廠，係做呢個 HBM 嘅呢個 High Bandwidth Memories 呢個新廠，大概咧佢會投資咧1兆5000億日元。咁現在咧政府就補助1/3嘅，咁咧政府補助5000億日元。係啦，咁其實咧即係累計嚟講啦，Micron 已經政府計埋呢一單咧，就攞咗7745億日元嘅補助。嗱，今次嘅 HBM 同之前嗰啲有咩分別咧？咁樣嗱，HBM 嘅memory 半導體最主要咧就用喺呢啲AI 嘅 chip 嘅上面嘅訓練用嘅 GPU 上面嘅，即係NVIDIA 嘅 H100啊、200啊、AMD 嘅 MI300X 啊呢啲等咧都需要用呢個HBM type 嘅多層DRAM 嘅 memory 咁佢將啲 DRAM 即係垂直咧就搭起來，搭起之後咧就因為通過密度高嘅話咧，就會比平時嘅 DRAM 咧個效能咧就好好多。咁能夠可以做到呢個HBM 嘅公司，其實都係得3間啫，暫時都係三星、Hynix 同埋Micron 嘅。咁你預計咧？現在預計就係28年可以開始出貨，係啦，到30年度咧就應該可以搣到，可以用晒公司嘅 mass 嘅 capacity。咁而家其實咧，今年3月啦，已經咧動咗土噶啦，OK，3月動咗土，開工嗰笪地，OK，嗰個笪地面積咧就有10.4公頃嘅，咁啊大概咧10.4公頃咧，即係有咧，即係喺港島咧，佢其實都有一隊baseball team 嘅港島。
咁佢 stadium 咧就叫Mazda Zoom Zoom Stadium。咁啊，大概係個 stadium baseball stadium 嘅四倍嘅面積咁大。咁啊，到26年5月啦，都即係啱啱過咗啦，都已經係即係嗰個工廠嘅嗰個 building 咧已經開咗工㗎啦。咁啊，大概預計咧28年嘅2月咧就會完工。咁啊，28年嗰一年裏面咧就會正式開始生產呢個 HBM 嘅 memory。嗱，咁啊開咗間廠啦，咁啊對成個港島 area 經濟有啲乜嘢影響咧？咁呢個其實呢個先係最重要。因為其實目前咧喺 Micron 工廠裏面做嘢嘅人咧，現在其實都已經有4,000至4,500人嘅嚇，都有幾千人。OK，咁啊喺最近啦，因為為咗會遲啲會擴產啦嚇，咁變咗咧喺 office 上面咧，即係佢哋需要一個大啲嘅 office 嘅。咁喺咧附近一個車站咧叫做西條嘅車站咧，佢哋將一間原本一個 Pachinko 啲波子機嘅公司嘅 building 咧就改裝咗變成一個寫字樓。咁咧就裡面咧就坐咗300個工程師同埋啲研發嘅人員喺嗰度嚟嘅。咁呢個咧係首次咧，除咗喺工廠以外咧，佢哋有一個辦公嘅地點啦，即係證明咗其實佢哋係擴產啦，亦都係要多啲即係staff 去做嘢嘅。嗱，根據啦野村不動產喺2026年6月嘅發表嘅分析報告啊嚇，咁啊喺港島新工廠咧，對個就業有幾多影響咧？OK，咁佢預計咧就有Micron 咧係要直接咧僱用多大概1300個月員工嘅喺工廠嗰度。咁另外咧就因為新嘅員工關係而引發嘅 secondary 嘅 employment 咧，就大概係2900人。咁呢啲包括你供應商啊、商業服務啊、零售啊，even 即係地產啊，即係帶你去租樓啊咁樣。咁啊，嗰個 employment 咧大概2900，而即係總共4200啦。咁啊，喺未來嘅10年裏面啦，至到35年之間咧，大概咧佢哋 expect 咧人口咧係大概會增加1萬人左右，1萬人。大家都知啦，即係喺日本嚟講，現在咧，跟住人口老化啦，亦都係大部分城市咧都係population 係 decreasing 嘅，係即係人口係減少緊嘅。even 去到大阪市都好似係嘅，係啦，咁啊就係得升嘅就係得東京同埋 Okinawa 嘅啫。咁同埋一啲某啲細嘅地方咧，佢可能都會即係有機會係增長。呢個其中一個係比較特別啲嘅例子啦嚇，因為本身呢個東港島呢個城市咧得19萬人嘅嚇，咁啊現在咧就話未來10年增加1萬咧，其實就係升5%左右，其實呢個算係非常之高嘅啦，已經係。嗱，第三部分啊，講下佢對房地產嘅影響係點樣。嗱，本身啊，呢個熊本台積電啦，台積電起咗兩間工廠嘅嚇，咁啊佢其實嗰個投資金額咧大概係3個 trillion yen，而Micron 喺港島咧係一個工廠，所以啱啱係一半1.5左右啦。OK，咁你大家都睇到而家呢個圖啦，係啊，咁啊左手面嗰個咧係熊本啦，都睇到啲地價啦，呢個柯茲瑪池大津町啊，又升到全國第一啦個地價嚇26%，跟住下面嗰、個谷陽町嗰啲租金咧升咗73%咁樣嚇，咁啊港島嗰邊咧，你就睇到即係嗰個東港島工業地啦，升咗3.4左右。OK，咁誒其實咧。紅本嗰度啲地價咧，係啊，都會之前嗰幾年咧都係話報道出嚟話係全國 number 1嘅地價升得最多，係啦。其實啱啱大概個時間咧都係佢正式投產嗰陣時咧，嗰、個地價有機會升到係最 peak 嘅，升到最 peak，係啦，就會上咗全國嗰個榜首第一嘅，係啊。咁啊後尾上完之後咧。
如果有睇上一集講呢個北海道嘅話咧，北海道嗰個千歲園咧，都係即係應該係今年係上咗第一嘅，係啦，應該上咗第一嘅。所以可以見就係話其實啱啱差唔多起好個工廠，應該話個工廠投產嗰年度啦嚇，感覺就係應該係嗰個地價升得地價升先到樓價嘅，係因為你要用嗰幅地嚟起嘛，係啦，咁就大概咧個地價咧就會係最 peak 左右啦。所以你而家睇到嗰個港島嗰度嗰個 Micron 嗰度咧，嗰個地價嗰度咧未話升得太誇張。係啦，因為佢28年先起好啦，所以其實我覺得地價咧嗰度地價咧就仲有大概係2年時間到咧有機會升嘅。係啦，咁因為呢個就係另外一幅圖啦，就關於佢嗰啲另外啲地價咧係升咗幾多。工業地3.4%，商業地2.2%，住宅地1.1嚇，咁呢個都嗰個升勢都比較 mild 嘅，OK，佢平均嚟講啦，三種地嘅平均都1.55左右嘅啫，其實係升咗，係啦，咁所以現在咧升幅咧都係 mild 嘅，比較係，但係啲租金咧就好似開始就係喐得比較多，OK，咁啊，我諗始終租金就係你有啲現成嘅。嘅 property 係啱用嘅話咧，有時係未必咁啱，有啲可能太舊啊，係咪啊？嗰個供應未夠啊，咁樣，咁所以有啲咧就佢租金係升得快好多，變咗係。另外咧就係喺誒都係喺嗰個工廠嗰度啦，叫做西條，OK，大平丁嗰度，OK，咁我攞咗其中一個個地價一個長啲嘅 chart 嚟睇下，係啦，咁佢其實佢亦都係嗰個變動率咧，係你會睇到以前咧係啦，即係 bubble 嗰陣時92年嗰陣時咧，佢係50萬一平方hito zubo 50萬yen 一個 zubo。可唔可以跌到咧係最底係即係可能151630啦，跟住慢慢開始升啦。OK，咁啊，舊年咧升咗2.68%，而家係38，係啦。咁啊，你要升翻上去92年嗰個高位咧，大概仲有30%左右嘅，仲有30幾個 percent 左右。係啦，咁所以而家你都可以明顯睇到咧，嗰個價錢都係比較 mild 啲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反而好啊，件事係即係其實可能仲有啲水位，係啊，自己覺得真係佢可能之前嗰兩個都係話28年到啦，估28年咧地價有機會 peak 啦，係啦，跟住樓價先會再 peak 嘅。嗱，總括嚟講啦，咁啊，Micron 喺港島呢個投資啦，一個係一個新嘅，亦都個大嘅投資項目嚟嘅，係啦，咁啊會吸引到有未來呢10年有1萬人會搬過去住啦，係啦，咁啊個地價咧其實但係咧其實佢嗰個規模咧係比呢個紅本細嘅，OK 細一半嘅，係啦，所以我自己覺得咧，其實嗰個樓價影響咧係冇喺紅本咁大。同埋本身咧，佢個基數咧係係高啲嘅，佢應該基數咧係比喺紅本咧係高啲，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佢升幅咧應該係冇紅本咁大，同埋紅本同埋 Rapidus 咧，佢哋都有即係喺千歲啦，有國際機場啦，紅本自己其實都係有國際機場啦，嗰個國際機場都改建緊。現在只係話最主要飛去台灣啫，台中同埋台北同埋韓國都有，係啦。咁啊之前香港有嘅，後尾而家冇飛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哋 expand 緊咧，就會遲啲去埋飛去馬尼拉啦、泰國同埋上海都會去嘅。係啦，咁變咗就會方便好多，係啦，咁你吸引到更加多嘅遊客，係啦，咁啊對啲地價咧更加會即係嗰個吸引力大啲啦，係啦，咁啊同埋你可以福岡又近啦，係啦，雖然即係福岡佢本身有個機場，係啦，咁變咗好多時啲人去玩嗰時候，原福岡再去埋熊本咧，其實係去 make sense 一條路，但係港島咧，港島原本都係即係港島都係國際機場嚟嘅。
但佢現在應該係淨係去台北同埋韓國嘅啫，以前亦都有係飛過去香港嘅，我記得係。係啊，咁但係呢個去離開個機場又比較遠啦，係啦，咁啊變咗冇咁多，即係本身係冇咁多外國人話你會去度假啦，但係正常啲人都會去一次嘅，去睇下嗰個嗰個紀念館嗰個和平紀念館嘅，係啦，咁所以李爾加斯好多時咪都係偏去東面啦，就唔係港島市嗰邊啦，係啦，咁所以我相信咧，現在佢個價錢係應該係未升晒嘅。但我自己相信咧，升嗰個幅度咧應該係冇喺紅本嗰度咁高咯，係啦。咁啊但係可以拎嚟做參考啦，嗰件事係啦。咁啊誒誒 Rapids 亦都係喺北海道，北海道嗰啲價咧係應該係比依邊咧更加平。係啦，咁但係投資北海道朋友就要留意就係因為喺天氣凍嘅關係咧，嗰個 maintenance 嗰個成本咧係一般係比較高嘅，係啦，比較高嘅。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下啦，係啦。咁啊即係呢個係我大概我自己 conclusion 啦，就係啦，如果有啲 interesting 嘅項目都可以係投資嘅，但係就我相信或者嗰個 expectation 咧就未必好似喺紅本可以咁高嘅，其實係啦，咁啊一連三集講關於日本半導體公司啦嚇，咁啊都叫做完成咗啦。咁啊連續幾個禮拜都係啦，即係大概一星期一集到啦。咁啱啱又撞上世界盃啦，所以就prepare material 嗰時都比較慢，同埋冇乜時間掛住睇波咁樣。係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。咁啊下一次咧就會有另外一個 topic 啊，我覺得都幾有趣嘅，係關於日本日式夜總會嘅點對呢個日本經濟嘅影響。係啦，咁啊希望大家有機會再留意收睇。Thank you，拜拜。